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客庄小旅行，我们要带您到美丽的梦土台东。说到了台东池上，很多人想到的当然就是池上米了。所以今天透过镜头，我们要带您品尝客庄妈妈特制的米披萨，还有游子最爱的池上火车便当。人潮络绎不绝，游客到台东池上一定会来伯朗大道朝圣，因为金城武的一支广告让金黄大道瞬间爆红。金城武在广告中修砌的大树也是记忆卡杀手，175甲地，没有电线杆煞风景，黄澄澄的稻穗闪耀着池上米的光芒。而跟伯朗大道齐名的是弯曲小径串联而成的天堂路，美的像天堂的小径，以及汗水灌溉冠军米，都是池上的骄傲。月台上的火车便当是游子念念不忘的味道，也是幸福的味道，所以列车一到站总是抢购一空。便当里有什么呢？主角是香 Q 的米饭，简单的配菜与肉片组合，总是能够满足游客的味蕾，所以池上便当店天天座无虚席。而为了让大家品尝不同口味的池上米，当地居民也设计了米披萨。气势，配料很丰富，一层一层的往上堆叠，来访的游客只要先预约，就可以自己动手做。这披萨配料很丰富俩披萨有19种的配料。与众不同的就在于饼皮，这可是客庄妈妈用池上米磨成粉的独家秘方。那个饼皮是因为用米谷粉做的，所以它的脆度感非常的好。想要烤得酥酥脆脆，居民还自己打造专造的炭烧窑，用木炭烧炉火，这样才能够让池上米披萨拥有独特的风味。木炭下去的时候，它自然才有那个炭香的味道。烤出来的披萨真的是色香味俱全，乳酪丝跟配料融在一起，还会牵丝。而饼皮除了香脆，还吃得到米香。好脆哦！是米香的味道会跟得出来。大坡池湿地是池上人共同的回忆，当地居民积极的保育复育，希望大坡池也能够恢复往日的风貌，池上之美等着您来感受。绿树荫旁，明星的光环与稻浪的风采交织后山最慢活的片刻，偶尔月台叫卖声穿插着大坡池畔的往日情怀，构筑旅人难忘的感动时刻。